until I lay my head, or I will sing of the goodness of God. And all my life you have been faithful, and all my life you have been so good. With every breath that I am able. 各位兄弟，大家早，大家平安。咱们来开始耶利米书第18章的讲塔。今日早起，咱们来听跟文杰长老带咱大家来做开始的祈祷。文杰长老迄个麦克还未开。开啊。OK， 好，来听带大家祈祷。除非咱上帝，阮感谢你。阮有一个真好的困眠，伫透早，你就阮会当做伙，透过现在的科技，伫线上将你的话互相来联络。主，这是你看顾你的教会过去59年久毋捌行的道路。你的话要成做你教会一摆出发的动力。求你告诉你所有的囝儿拢以爱，伫你所爱用的工人领导下面，对你的话语的中间得到造就甲建立，阮真正会通尊主最大，行伫你的道路顶头。阮将阮的一天放伫你的面前，安尼祈祷奉到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，多谢。咱昨伫耶利米书第17章，咱看见先知伊来讲到，这犹大的罪甲上帝的教示，通过伫诗篇，也是伫箴言，也是伫大卫甲所罗门因所传落来这的智慧，爱登到上帝面头前。同时，咱嘛看到耶利米伊的祈祷，甲15章、16章，特别是甲16章以前的祈祷，搁较无共款。为什么耶利米变了对这个罪人袂当接纳？是因为耶利米去体贴上帝伊的艰苦心，知影上帝伊所要行的事，所以伊甲上帝是画一边。然后伊知影上帝要做后面犹原有上帝伊的拯救甲救赎，所以这个伫17章的后壁，上帝也提醒耶利米爱搁去到的，毋是只有伫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街路，是爱去到伫城门口，甚至将来准备要来伫王的面前来为上帝来讲话出声。今日咱要进入的是18章所以18章到20章会当看到的资料是耶利米这个时代是伫约拿敬做王的时代，所以也是伫耶利米伊差不多是30几岁到40几岁左右这个年岁，所以上帝爱伊所传达的信息。今日这章18章原来是真出名，就是耶利米伊伫陶匠的家去这个小妇人的厝，然后上帝伫迄个所在，互伊看到甲伊所要传讲的信息，然后耶利米会当更较了解上帝伊爱耶利米扮演的角色，以及耶利米伊伫罪人的中间应该传达什么款的信息。咱这个时阵就要来读这个18章的所在带先来请文杰长老带咱来读这个耶利米书第18章对第1节读到第12节1到12节。上主对耶利米讲：我去社会人的厝，我要伫遐对你讲话，我就去社会人的厝，看到伊伫洗灯盘做灰去，伊手中所做的灰做无好势，就用迄个灰土另外做伊合一的灰去。上主佫对我讲：以色列家啊！我减袂当亲像社会人安尼对待恁，灰土伫社会人的手里安怎，恁伫我的手嘛相款。无论什么时，我要宣布要背出、拆毁，也是破坏一个国家，迄个国家嘛离开邪恶，
我就会回心转意，无讲在乎福音。无论什么事，我宣布要在正中建一个国家。迄个国家若毋听从我的话，做我看做歹的事，我就会改变心意，无要将我所应允的福气赐互因。但恁着对犹太人甲耶路撒冷的居民讲，上主安尼讲，我决定要处罚恁，降灾祸互恁，恁着回头转开恁邪恶的行为，改正恁的所行所做。因为因讲，你讲这无路用啊！阮要照家己的计划行，伫逐人照邪恶的本性做。好，多谢。好，这个陶匠，好，咱知影陶匠伊就是用伊的双手伫捏做这个泥土，将这个土呢，用水悄悄的敲互伊嫩，然后就当放伫这个灯盘的顶悬，伫这个灯盘的顶悬，就是当互伊会当有一个形，互伊靠这个灯的这个势呢，互伊会当来捏做这个陶匠伊所要爱这种的形，然后最后这个土呢。又毋是变做是土开的土，就变做是这个陶匠伊所要爱的器具，不管是要摕来做碗，做鼎，毋是做鼎，特别摕来做会当堆物件，遮的成品，所以是变做有路用的物件器具哦。伫这个18章，上帝爱亚利米，伫约雅斤最王的年代，约雅斤，就是这个3摆狩猎头一摆开始的时候。上帝爱伊去看这个烧灰人的厝，伫厝内底有看到这个灯盘，灯设这个伊在设这个灯盘安怎来做灰去，然后亚利米去观察，伊的这个陶匠做灰的人，伊的手安怎来捏做这个土，若是无下好势，无下这个伊的意思呢，这个伊就搁另外用迄块土搁甲钉死搁开始，所以迄块土毋是讲做无好，然后就等遐甲，是搁来重新搁悄悄的，然后甲做搁重新来开始。上主就安尼来对亚利米讲，以色列家因减袂，上帝减袂当亲像烧灰人安尼来对待因吗？表示上帝伊敢亲像是个做灰的人。以色列家全家就是北国南国犹大，拢是这个土共款，因若无做出上帝爱做出来这个形呢，上帝嘛有权，所以上帝宣布伊要废除拆毁，也是破坏，这是第1章第10节，拔出拆毁坏倾覆。上帝伊是主人，伊有权安尼来宣布，但是迄个国家若是离开邪恶，上帝就互因回心转意，无讲灾祸互因，甚至是后壁讲的要栽种，就是栽种甲建立甲栽植哦。上帝伊是主人，是做灰的人，所以这个土若是袂当因的时阵，伊就重新开始，搁重新搁再来，这是伊的主权。迄个国家若毋听上帝话，要做上帝看做歹的事，上帝就改变心意，就是搁将这个土呢、泥土呢，搁甲伊悄悄的甲伊毁坏，然后呢，互伊当对头搁来开始。总是上帝就讲，伊若无听话，就无要将这个应允的福气来赐互因哦。所以上帝爱亚利米，去这个陶匠的故事呢，伫以赛亚书29章、45章、64章拢有看到这个陶匠的譬如，上帝伊用这个陶匠的身份对待这个人民是土，嘛互咱想起这个阿东，伊就是对土呢所做的，所以传道书嘛讲，当咱人离开世界时，嘛是归回变做是土啊，所以咱毋通袂记得，咱若毋是上帝，咱就是亲像这土共款。或是咱互上帝一口开变做是有灵的活人，但是咱毋通袂记咱的本质。当上11节，当亚利米就对犹大人甲耶路撒冷的居民讲，上主讲，伊决定要处罚，要降灾祸，就百姓就回头离开因邪恶的行为，改进因的所做，安尼上帝就会照伊的这个心意，来继续祝福。
若是无要回头，无要改进，安尼上帝就要降灾祸。但是12节，就算亚利米去讲啊，所以亚利米得到的回应什么呢？因就应讲，你讲这无路因啦，我要照家己的计划行，大家人照邪恶的本性做啊，所以因就是要出伫因家己的情欲、家己的欲望，甲上帝无咧客气的。对亚利米嘛无咧退让的，就是因拢要照家己计划好的，一意孤行啊。这个陶土呢，咱知是泥土，一定爱用水，抹水，所以互伊保持湿润。这个土呢有一个软度，那无这个湿润，无这个软度的时阵，伊块土安怎？伊最后就是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然后伊就会顶起。所以上帝像这种顶起的土呢，伊就无可能伫这个转盘顶悬继续来塑造。所以在前面呢，就亲像愈来愈大的土，上帝嘛烦恼讲，伊等于打起的时阵，这个土就最后变做无路因，连艺术品都称不上，就是真正弹下甲，就是要丢到那个硫磺火湖当中，所以上帝甘愿，重新搁开始，但是嘛唔通互伊打起啊。所以咱直接看到上帝期待悔改就是人，有一个愿意顺服柔软，像这个。可以塑造的泥土一样，而不是已经干掉、硬掉，已经变做未改质的这个属性。所以上帝是伫亚利米伫迄个时代，互因保持，因会当顺服上帝心，就是心内底听到上帝话，完啦会得到刺，然后会插家己的心，然后知影讲着爱回头，爱 U-turn 爱悔改。所以咱来看13节到17节，请文杰长老带咱继续来读。上主安尼讲，你问这国家有啥物人听过这款代志？以色列竟然对一直可恶的事，黎巴嫩山顶的水减捌扬过，山顶流落来清凉的溪水减会打去。不过我的人民袂记得我，伊甲富贵的生命烧香。直到因伫应该行的路跋倒，因无行古早的正路，单倒去行坎坷歪错的路，因的土地变做扒荒的所在，永远互人耻笑。过路的人拢惊吓害头。我要伫对敌的面前，亲像东风甲我的子民吹散。我要伫因拄着灾难的时，我转身唔插因。多谢。所以上帝搁一摆，共款对通过亚利米，来表达，来警告，这个关系，上帝要甲因救，因袂互上帝救的时阵。因所会发生的代志，上帝用这个自然界，大自然这个样式，流落来溪水，有这个大自然的现象，上帝互这个水是对来，是对水来，对天顶的雨水来，总是这个水呢变做是溪水，大自然拢照上帝计划咧行。但是人呢，却无照上帝计划在行，人互上帝创造伫这个世间，却袂记得上帝去拜富贵的心意，行歪错的路，所以上帝就互因的土地变做扒荒，亲像迄个打起的土共款，袂当阁使用。上帝要互因拄着铁笑，要互因惊吓。过路的人看到因拢惊吓害头，就是来发出虚叹的声音哦，因才会唔知影上帝落到即卖的即个即种的情景，就变做以后历史上的一个记号。上帝讲伊要伫对敌面前，亲像东风，甲伊家己的子民来吹散。上帝要我转身唔插因，伫因拄着灾难的时，所以上帝搁一摆真清楚来提醒。但是这个时阵表示讲，因也听到也有机会，但是因犹原无把握这个机会，就是离这个狩猎，去互人攻打，去互上帝所派来巴比伦，驾驶的这个时候就愈来愈接近了。
最后咱来看第最后一段是18节到23节，耶利米搁一摆伊来甲上帝祈祷，请文杰长老带咱来读18到23。因讲来，咱来设计对付耶利米，咱不是有祭司甲律法，有智慧人出计治，嘛有先知传达上帝话。咱来控告耶利米，莫搁听伊的话，因为安尼我祈祷讲，上主啊，求你听我的恳求，嘛听我的对敌控告我的话。人敢为用歹报好，因为陷阱要害我，求你记得我怎样伫你的面前替因讲好话，互你无对因发生气。毋过即时我求你，互因的儿女拄着饥荒，死伫刀剑，互因的某失去丈夫甲儿女。查某人互人杀死，少年人死伫战场。求你派一大阵强盗忽然来到，互惊吓，铁口的声对厝内传出来，因为因为陷阱要掠我用罗网，要互我跋倒。上主啊，你知因设计要害我，求你毋通赦免因的罪，毋通撤销因的罪过。求你互因伫你的面前实现见效，求你发大生气，甲因刑罚。好，感谢。第这段是耶利米第5摆，伊讲出家己心内底甲上帝斗讲出伊的自白，内心的自白。这段嘛是耶利米第2摆，互咱看到有人要来害伊。甚至这摆更较严重，就是耶利米毋是人要害伊尔，讨厌伊，甚至是爱伊的命，爱伊的命。所以因讲来，咱来设计对付耶利米这个耶利米已经超过30-40岁，已经在等这些节。讲咱不是着祭司教律法，有智慧人出计治，嘛有先知传达上帝的话。所以意思讲，咱无耶利米，咱嘛有祭司，嘛有智慧人。嘛有先知，咱会当甲上帝听，无需要听耶利米，所以众人皆醉，唯有耶利米独醒，但是耶利米独醒的时阵，伊讲的无合，伊人无爱听，就来甲伊堵掉。所以耶利米知影，人要来害伊，伊就甲上主祈祷，主啊，求你听我的恳求，嘛听我的对敌控告我的话，就是这歹听的话，上帝嘛留心来听，人讲话。用得用歹报好，所以耶利米真清楚，伊是用好心好意来对待这个人民，伊这个故乡工作的人，但是因竟然用歹来报好，因诬陷阱要害我，求上帝，求你会记得我安怎伫你面前替伊讲好话，互你无对因发生气，所以安尼咱看着真清楚，耶利米伊过去。因是真正徛伫人民的这边，徛伫罪人的这边，伊想要用好呢去甲伊求上帝人民赦免，亲像亚伯拉罕安这来为着人罪人来祈祷，所多玛、蛾摩拉为这个城市来祈祷，但是呢，因既然安尼来对待耶利米，所以耶利米愈来愈感受到上帝迄个心意，感受到上帝安尼去互人气煞，即种对人对上帝不忠的这个情绪所以耶利米伊就用上帝的祈祷来，用上帝旨意来祈祷。耶利米21节讲，毋过只是我求你，互因的儿女拄着饥荒，死伫刀剑，互因的某失去丈夫，甲囝儿查甫人，互人杀死，少年人死伫战场所以咱若是无甲头前看落来，咱会袂当理解耶利米那叫残忍，这个耶利米不通人性，因为咱无对头读到这，咱若对头安尼读落来时阵，咱就知影耶利米伊是高不离宗，他是伊是有原因的，伊毋是安尼人，但是呢是为着
只有上帝方法，上帝是这个烧灰的人，他是陶匠，所以只有伊有方法去雕这个泥土啊，这个唔肯改变的这个罪人。甚至亚利米基督求你派一大阵强盗忽然来到，互惊吓啼哭的声对厝来传出来，互因为乌现正要，因为因乌现正要掠我。要因罗网，互我跋倒。上主啊，你知因设计要害我，求你唔通赦免因的罪，唔通撤销因的罪过。好，所以这个是不是只有代祷而已？求上帝加倍奉还哦，求你互因伫你的面前失败见效，求你发大受去家己刑罚。伫诗篇中间，咱嘛当看到这种的救助的诗啊，特别是向下代笔或是金诗啊，金诗、刻苦铭诗，铭心的诗啊。诗篇58篇，代笔求上帝刑罚最歹的人，因为代笔伊就捌拄着安尼的苦楚，伊安尼来好款待伊的头家扫罗，但是扫罗竟然一直爱讨伊的命，所以第70、第858篇啊，诗篇。原因消息亲像水流了了，亲像草受吞打去；原因亲像落雷世界的云连边无去，亲像妇女人流散的体无见到天日了。所以这是代表对这个无徛伫上帝这边来救助。所以咱咧读这个大卫的咒诅诗，咱感觉代笔嘛是不通人情，但是因为咱知影大卫他受苦受难，伫迄个痛苦中间，只有倚靠上帝，用上帝旨意来祈祷。另外一篇是109篇嘛，是代笔的诗，祈求报应歹人。咱看几集就好，第8集、第9集，求你互因的性命紧结束，互别人代替伊即位，求你互伊的囝儿变做孤儿，互伊的某变做寡妇，也是16集。因为因无想要施怜悯，反正压迫散车困苦的人，害死伤心的人，所以因安尼无照上帝公道来行。所以咱看去耶利米，伊是甲上帝已经徛共一边，伊心内底迄个愤慨，心内底迄个生气，其实嘛是易怒，所以咱讲生气，但是安怎不要犯罪。上帝生气，但是上帝生气不是犯罪。咱耶利米的祈祷也好，代笔的祈祷也好，什么杀人啊、救助人的囝、救助别人的某啊、孙啊，这当然对基督徒来讲是无应该。但是咱不是要去救助别人，咱是要去救助迄个罪恶，迄个罪、迄个恶心，唔肯回头悔改，只有互上帝伸手来教时阵，迄个浪子才会回头。只有当个上帝真正用这个环境局势来互人会当乖乖就范咯。所以这以色列人因安尼拜偶像，嘛是经过上帝教示，因安尼才真正离开这个偶像的权势哦。所以当咱在应用这个救助的诗，也是这个救助别人的祈祷的时阵，咱毋是要去救助人，咱是要去对付这个罪，互这个罪当经互上帝来对付，然后会当互罪人对罪中间得到讨办，会当拯救出来。今日这章，咱会当看到几啊集的这个金句啊，比如讲第18章的第6集，第6集后壁则讲回头烧伫烧灰人的手里安怎？恁伫我的手里嘛相款啦。所以你是陶匠，我们是泥土。然后第8集讲，迄个国家若离开邪恶，我就会回心转意，无讲灾祸互因。第11集后壁嘛讲，上主安尼讲，我决定要处罚恁，讲灾祸互恁，恁就回头离开恁邪恶的行为，改进恁的所行所做。有对就是到这后壁耶利米的祈祷，其实咱祈祷咱拢毋免安尼的祈祷，祈祷互咱有即个上帝的保守，咱拢无需要用着即种救助别人祈祷，但是当咱面对罪恶的时阵，咱毋通搞错了，对罪宽容，对罪容忍，对罪无感，按最后即个罪嘛是会蔓延，会爬到咱的头壳顶来啊！好，咱今日分享到这，多谢文杰长老，咱来读今日这段18章的圣经，请咱做伙来祈祷。
现在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当学习耶利米伊的祈祷，互阮知影有时阵阮对罪就爱来敏感，对遮个上帝所厌恶的事，阮就爱来提防，阮就爱来谨慎，毋通互遮个罪来到伫阮的门骹口。即个魔鬼亲像后叫会使四界伫行，伫敲揣通吞食的人，也求你帮掌管，互阮会当用祈祷伫主的面前，也保持家己保守家己的心，来赢过一切，互阮的性命会当结出功效，会当来结出因跟上帝你的正人的轨迹。也愿上帝你伫阮的中间通过圣神，搁一摆来柔软阮的心。互阮听到上帝你的话，就知影安怎样互主你来捏造阮，互阮会当成做上帝所使用的器具，甚至是清气的器具、贵重的器具，会当来荣耀主，互人得到利益。安尼恳求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多谢大家，家平安，多谢。多谢牧师，拜拜。谢谢牧师，平安。好，谢谢牧师。谢谢。I love you, Lord.